会朗读呢，朗读各国文字，文字变声音呢，声音不能存档，要自己荧幕录影呢。这里可以选那个各国文字啊，你看声音的模型啊，男女要的是自然、非自然，机械声叫非自然，那速度啊，然后音调还是什么，高低还是什么，可以按 play 就会念出来，它不会存档，要自己荧幕录影。1000个字以内啊，才会处理，才会念哦。日文有试过了，英文、日文、中文应该都能够念了，梵文能不能念呢？还要测。